讲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台语诗》。入秋，热人日头热死人。入秋，花草换新衫。暗内饮一杯月亮茶，歌琴弹一条思乡机。少年毋捌世事，老来袂晓看破。头咧咧，一直咧迷茫。到尾啊，迷茫有远望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第41集，欣赏的是嘉义的萧定春老师所带来《入秋》。上日去，咱邀请萧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创作的背景甲伊的含义。开始在入秋的时，我就去阮迄个庄坪的顶悬泡茶，看了月亮，开始家己反省，家己检讨家己，讲我到底一世人是创啥，开始写出来一首短短的诗，勉励家己要写的代志足济，要做的代志足济，永远做袂了。入秋，花草换新衫。咱知入秋的时，花草就开始变啦。迄阵变化同济，阮兜的厝埕，我树条拢扫袂了，迄是我一直读。暗内啉一杯月亮茶，这月亮茶我是对日本赶来的。我草地遐有一个庄坪遐会当去遐看月亮，会当去遐泡咖啡，泡茶啉。所以我啉一杯月亮茶，月亮拄伫头壳顶，若伫厝内就无，爱伫外口才有月琴弹一条思乡机，我对月琴有一种足特别的感情。月琴是台湾人的一种古早歌谣的代表。少年毋捌世事，老来袂晓看破。这拄少年人甲老人的两个破拍，就是迄个咱讲的缺陷、缺陷。少年人较毋捌代志，袂晓世事，但老人世事看济应该会晓看破。毋过嘛是真侪老人袂晓看破。这当然嘛是咧讲我啦就是作者家本身咧讲表达少年毋捌世事，老来袂晓看破。头咧咧，一直咧迷茫。咱知影头咧咧，迄个牛咧咧田嘛是拢头咧咧一直咧去这头咧咧一直咧迷茫，嘛是咧讲我家己，就是讲安尼一日到晚，就是用咧舞台语文，咧拍拼台语文，远望台语文会出头天。所以讲，到尾迷茫有远望，这是一种迷茫，这是一种远望。我当然用这迷茫甲远望斗做伙，就是讲有咧讲，这是同音词啦，同音词的联系对于这个迷茫甲远望，咱有阵时想讲迷茫是一种空思妄想，其实迷茫嘛是有远望。若无迷茫，就无远望。互伊讲有梦最美，有梦上水。热人日头热死人，日秋花草
换新衫，暗内啉一杯月娘茶，月琴弹一条思乡机。少年毋捌世事，老来未晓看破。头咧咧一直咧迷茫，敢有影迷茫有毋茫？萧凌春老师这首诗内底有一寡特殊的发音。另外，乡村民谣内底所唱的，到底是思乡曲，也是思乡机？顺利去继续邀请萧老师来为咱讲解。我这首诗特别强调迄个轻声。台语的轻声若是袂晓讲，也是讲袂准，意思就走去。热人，即摆可能真少人讲，咱讲热天，啊，看到这两字，可能会讲热人。啊，你袂去读热人，啊，若是热人的时，我只有讲到热人。第三句讲暗来，啊，这个暗本调来。轻声暗来，毋是暗来，暗来，我就定爱用这做例。一寡台湾人，迄个轻声讲袂准哦，拢去走的。有一个老母叫因囝去看，讲恁老爸有去遐无？这个囡仔转来甲因母啊报讲，母啊，爸无去。这个无去，甲无去，我害啊，超济，我想这个事伫台湾人我咧，我用这个例来讲，就是讲，知影这个分别无共，无去是拍无去，拍无去就翘去，所以我特别常常讲热人，因为我常常听到人热人日头热死人，像最近真正有够热，热到会热死人。热死人毋是真正热死人，足热的意思。台湾话死最好用的，话要枵死，无死。思乡机，咱台湾人无咧对重，无咧注意这件代志。结果是真侪早期是。登山过来的音乐家去采录，因无这语感，伊就甲写做思乡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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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用迄个伊的头壳咧想的是思乡曲，其实咱甲注意听，单单咧唱的思乡机啦，绝对是机啊，无迄个起的，各类嘛是甘蔗好食，上头甜，大某若娶了娶死，这个相机所以人本来意思是安尼，结果伊再解释做第二去热人日头热死人，入秋花草换新衫，暗来。啉一杯月娘茶，月琴弹一条思乡机。少年毋捌世事，老来袂晓看破。头咧咧一直咧迷茫，敢有影迷茫有毋茫？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，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萧凌春老师写诗以及主题讲解，专门去电台制作
家师主持，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次再去继续空中再会。